God, it's full of stars.地球是大限將至，到今天是未有事，未是時候就無謂亂下賭注，去偵測太空怎樣住。水星發有負重，火星怪物無盡，可否繼續留在被窩之中？其實金星引力那嚴重，土星行為遲鈍，轉數幾鐘幾秒後已經上看中。還未倒數987，平日的壓力已在瞬間消失，像太空漫遊。忽然001，讓沉睡變一種美德，集齊2000個夢，掛在我的寢室，去換無限個明日。也可以登上火箭，直達土星兜個圈。漫步宇宙，沒更直接的方法，會快接過沉睡去來望見。水星發夢有負重，火星怪物無盡，可否繼續留在被窩之中？其實金星引力那樣重，土星行為遲鈍，轉數幾鐘幾秒後已經上看中。001，還未倒數987，平日的壓力已在瞬間消失，像太空漫遊。忽然001，讓沉睡變一種美德，集齊2000個夢，掛在我的寢室，去換無限個明日。忽然001，還未倒數987，誰又整晚夜，仰望那天黑黑，讓太空漫遊。忽然001，讓沉睡變一種美德。